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财政部公布新青案的违规情形有1500件，不是买来家己大税互人的占了8成，相关的房贷优惠也拢会缩减。热地时啊，民众骑乌多摆等红灯的时阵，为着要闪日头，会找所在站甲车停伫咧路边，这个行为拢是违法，会当食罚单。一票遍布外国观光客真济，也影响到当地人。有风车北海道的观光业者对秋天开始的说两种介绍，针对外国人介绍会收较贵。财政部今日公布头一批申请案的违规情形有1502件，其中唔是买来家己大，是说服别人的有1332件，大概占了8成。也若是借人头来买厝的有170件。这人放掠到这贷款的年限对40年变做30年，也若这房贷利率也对申请案的1.775%转贷了后变做是2.75%。新青安政策带动房市转热，互厝价嘛一直无法度倒来，都惊出现投机者是人头户。财政部16公布第一波新青安违规的案件，查核时间是对去年的8月初1到今年的3月底，无家己大的个案拢总有1502件，包括租互别人有1332件，含人头户170件，收落来阁要来查第2摆。有转租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停止适用利息优惠这样的风险。我们这边还是会要求银行持续去做好贷后管理的。倒卖厝的中人伫面册发文讲，有客户互银行通知讲，因为厝卡申请税厝的补助，互掠到违规，互银行甲优惠贷款条件拢收转去。台中有一个30几岁查甫人伫高铁附近开差不多1300万买一间大楼的中古厝，贷款1000万，互掠到讲用新青安贷款，但是煞违规租互别人。厝贷款的年限40年降到30年，利率嘛对优惠的1.775%转贷变2.75%，可能期逐个月的贷款对15000变做23000。被降成数，但它是有余力可以做一个负担的状态下。当时的用意虽然说可能要出租，但他之后还是想要自住的状态。以我们现在状况，就是协助他做一个转贷。这是新青安政策和科技业的开发，拢推升房市转热。有经济专家认为讲，央行进前提出第6波的信用管制未退场，甚至有可能搁加。把一些层数给下降，它可能是手段之一，货币管制的方式，让银行放贷出去的成本增加，减少他们的一些放款意愿，让市场降温。根据财政部的统计，6月单一个月携贷的户数是7244户，携贷的金额是567.7亿，含5月比是减1成以上。另外，新青安新贷户的占比，央行搁在统计。房市专家讲，房市股市联动，贷股大起，小市卖过去房市，加起来恐惊是无啥会降温。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参讨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上市上柜的公司，若准有趁钱，就要拨一定比率来替这基层的员工调薪水，或者是分红。希望透过修法，把人才继续留伫咧咱台湾。决议《证券交易法》第14条条文修正通过。证券交易法第14条修正案，16日立法院议会三读通过。条文内底明定，上市上柜公司要伫章程内底写明，以年度利润提拨一定的比例，甲基层的员工调薪水或者是分配奖金。这种上市柜公司如果因为这个加薪的一个这个效果，持续可以留住人才，甚至抢才的话，也会带动同业要跟进来加薪，才有办法来留住自己人才，跟其他有加薪的同业来抢才。修法主要是因为上市上柜公司是产业界主要的大公司，公司若有趁钱，应该积极提升员工的素质，甲人才留调的。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有共识，主张提拨的比例由劳动部甲财政部提出，也若调整薪水或者是奖金，会当为迄年度盈利事业所得额来检讨。不过公司若还有累积的亏损，嘛要甲补起来。引起关注的是，塑化业大公司台塑集团每年7月份拢会进行年度的调薪水，按算17早起会开会讨论调薪水。根据了解，目前倾向调薪水3%，而且一个月增加600块伙食的津贴。不过最后的结果也是爱等财时来决定。台塑企业工会表示，希望当达成劳资双赢。你定得太低，可能有这个定锚效应；你定得太高又不可行。再来，我是定个提拨比例，我更不管他怎么去分配。这盈余怎么分配？我分配给高阶主管的，分配给中高阶的，跟分配给底层的，我到底怎么分配？我们也管不到嘛。
那这样的话，不见能够达到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为了薪水透明，参透的条文内底嘛明定，上市上柜公司按规定编制年度财务报告的时阵，应该另外依主管机关的规定，公开公司薪水甲奖金的政策，也有全体员工平均的薪水调整等等的资讯，希望当改善劳工薪水低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进前驻泰国代表曾石汉涉嫌性骚扰查甫员工，检察院测试以11票成立，1票无成立，审查通过单核曾石汉，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咱国前驻泰国代表曾石汉涉嫌共性骚扰，检察院顶一日审查通过单核。报告指出，曾石汉在2012年12月初3至初6出场执行公务的期间，在顶下司权力无对等的情形之下，违反女当人的意愿，甲伊握手的时间有到15分钟至20分钟，甚至要求受害女当人去房间讨论修改地书稿，互这个查某囡仔是感觉真惊吓、无爽快，去互冒犯。我们几位调查委员都认为，即便没有性意图，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对方的不舒服，好，然后也让对方觉得就是觉得恶心啊。那外交官他的界限还有他的都应该要很严谨的。检察院以11票成立，1票无成立，通过单核曾石汉，专案移送庭改法院审理。单核案内容指出，曾石汉虽然否认性骚扰的行为，不过承认因为手冷、找女当人握手、握手等等的行为，也若结果进前，曾石汉是拢无回应。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驻外馆性骚扰的事件，除了曾石汉，也有前驻菲律宾代表齐培勇嘛去互指控，甲菲律宾籍的女秘书性骚扰，也有姓黄的外交官去互指控传信息要共约出来，而且传穿游泳衫的相片等等骚扰的行为。外交部认定曾石汉的行为已经符合性别工作平等法性骚扰的定义。外交部配合协助监察院对本案的调查工作，对监察院的调查结果表示尊重。外交部这5年受理性骚扰的申诉案有10件，工课场801的申诉案有5件。为了防止这类的事件再再发生，外交部处长甲各单位的主管，也有各驻外机构的馆长，拢签性骚扰零容允的承诺书。外交部内部甲外派人员签禁绝性骚扰承诺书，嘛要求2024年顶半年外派人员甲新任的馆长完成性平课程甲质量测验，嘛会追踪训练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进前，陆军北军团今日伫其中一个红色沙坡台南气球沙坡进行野战训场射击训练，50位的教钓员，每一个人拢是射36枪。军方强调是要强化钓员的实战效能。另外，后礼拜全台湾要举行万安47号演习，除了本地交通管制室内外演习以外，这届搁再配合汉光，也要头一届发布飞弹火箭攻击的经过演习。换主席换庆之阿妈，陆军北军团10日伫台南喜事海埔进行野战训场射击训练，50位教钓员每一个射36条实弹，其实这63只步道10日都进行实弹训练。算熟悉，各项的一些长官的指导，我们都是还有记忆。快速的这个射击是我第一次来做这个训练，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新鲜新奇。教官伫边协助，海边防锁弹武器开护状况，和野战训练更加接近真实战场。人类应招演来做实战化的射击训练，实地的地形及地物，然后让我们的招演来熟悉这些地貌以利在届时的作战场景能够更融入。喜事海埔一带是国军认定可能会被敌军定着红色沙堡之时，加上9到14天。军事专家陈国明分析，有希望甲主战部队伫日的汉光40号演习期间进行上后联合防卫验证。雄风飞弹机动发射车出现大动，自小伫花莲海军海防大队接到响定政府专案据点部署，2只光华6号飞弹快艇也进入福冈渔港，原来是要配合汉光演练滨海战术甲部署能力。另外，万安77号演习是22到15伫全台举行，除了原本的交通管制室内外演习，佮配合汉光各部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警告简讯。让一般的民众对共军假设他们飞弹来袭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个是不错的，因为其实各国都在做不管是韩国或说以色列，他们都在做。
去年天马出现伫屏东甲路塘海埔进行团式飞弹射击，今年汉光进前，根据军备局指控9枪射击工具，在他90备伫屏东甲路塘周边海空域，即次用火炮射击任务关制附近海空域。毋过，测试3款的装备，国军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人工智慧是愈来愈厉害，国防部有公布4种在国防上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包括着网络钓鱼、偷摕机密、假影片扰乱军心、假卫星图片，这个影响着侦察，也个制造这争议信息造成对立，也互民众若总有怀疑，就爱去查证，也毋通乱传遐物件。AI 人工智慧最近正流行，也产生深伪技术的挑战甲风险。尤其若是敌军伪造以假乱真的错误证据，就可能达到认知作战的目的，包括网络钓鱼、偷摕个资、机密、伪造影片、扰乱军心、伪造卫星图片的样态、混淆侦察的工作，造成错误的判读，制造争议性的资讯，加重对立甲仇恨的情绪。中共在 AI 相关的论文发表的数量是全世界，它是站在第1位。生物技术这个部分，他们的研发应该至少是在以先进国家应该是同步的。国防部呼吁面对可疑的资讯，爱秉持无轻信、无传播、爱查证、爱定清的原则，来降低被骗甲误判证据的风险。未来也继续强化官兵的识图能力、资源意识。因若立委吴国昌伫最近讲，国军的太阳光电设备是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国军表示，伫设备内面的路由器部分涉及到网络的传输功能，会让甲厂商终止合约。有24案是有使用到录制产品，这个路由器具有网络传输的一个功能，已经违反国军资通管理作业的规定的要求。我们未来最终会核予终止契约。因若国军议队提出中正纪念堂蒋介石动上大厅，外界这么关心自我甲头寮的林庆的议队以后是毋是在做调整？国防部是重申自我甲头寮议队的部分暂时无做规划。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中立着这骑奥托拜民众呢，伫咧等红灯的时阵，甲车撇咧走去路边闪日头。咱来高雄也有民众也未骑到这停止线，就甲车插伫咧树荫下骹等红灯，这行为拢是违规的，拢爱食罚单。不过这高雄市交通局也体谅着民众晒日头的艰苦，决议对这7月到9月这段期间，早起9点到下晡4点，这个大路口青红灯的周期本底是2分半钟，会降低到2分钟。画面内底，这只奥多摆停伫回条线顶悬咧等青红灯，车顶煞无人。我正平一个看，才发现这个骑士4点伫路边咧美日头。代志发生伫15桃园中立的领航南路，警方讲车主违规的行为会甲开单。警方将依《道交条例》第43条第1项第4款。非遇突发状况于车道中暂停，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全台湾热协协出门是真艰苦，那桃园、高雄大路口停青红灯，卡袂到就要50秒。有民众为着闪日头，还未到停止线，就先挡伫树荫下骹。风拍棍甲外套，嘛才做民众出门一定要载物件。少咧曝光安尼呢？为了保护民众等青红灯袂输咧曝光。交通局延续去年热浪调降号志周期的计划，7月至9月，逐工早起9点至下晡4点，石泉路、中华路、九如甲博爱这4条路交叉的范围，还佫有五福路、中山路甲民权路这3条路交叉的范围内，号志周期150秒的大路口会降做120秒。人等太久的话，方便啦。所以每个路口的调整也要依据它的行人灯跟它的红绿灯的时项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也会斟酌针对每个路口的状况来进行调整。高雄2013年，捌伫凤山设置奥多摆加日头的边仔，后来因为设备旧啊等等的问题，伫2021年拆掉，这2年改做缩短号志周期来应用。交通局表示，后续会观察车流的情形，随时做检讨甲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条有影是真大，也要提醒家长讲，带囡仔去到公园佚佗时阵，要注意这游乐区器材，还有涂骹，这个温度敢是烧烫烫的。调频间团体去调查这公园内面人工草坡的温度，发现早起10点的时阵，温度就超过60度啊！这囡仔踏入到地，真有可能会烫着伤。民间团体也要建议家长，这款自然的草坡温度较低，若准有树荫杂质会更较好。
拄过头有家长带囡仔到大安森林公园海千秋，不过热天到公园耍就要注意。长期关心公园议题的民间团体发现，热天公园啊人工草皮地板的温度超过60度，囡仔可能会烫到伤。下午出来然后要穿球鞋，大人会先去碰碰看，如果觉得太烫的话，就要特别跟小孩说。如果说真的太热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玩游具，对，但是也是希望说就是有那个游乐器材的地方啊。可以多种一些树，大概是早上10点，然后太阳大概曝晒了4个小时。对，那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发现，人工草是60几度，那真的草大概32度左右。民间团体实际提机器磅温度，发现人工材质的地板较会吸热，亲像定看到的树林地板通到55度。除了把人工材质地板换掉，因也建议加种树啊，也是真好的方法。亲像沙地若有树影杂咧，就只有37度。那自然的铺面，像是小砾石啊、沙坑啊，或者是经费够的话，就是真的草啊、树的天然的树荫，然后可以笼罩整个游戏场。像大安森林公园，它有大片的那个人工遮阳棚。民间团体建议家长热天带囡仔到公园啊佚佗，爱穿薄的长衣长裤，避免皮肤直接摸到器材烫到伤。家长也要带上摸器材地板，确认温度安全。另外，若带囡仔到清水公园耍，有水降温就会较安全。记者郭文玉开台北报道。讲到台南府城埔制店的灯花，但你拢会伫咧埔制店的4箍洲啊，才会即个街仔路顶头呢挂上青拍的花灯。这场是由民间发起的花灯。这个灯会呢，这个月月底，因也要去到日本的仙台，除了彰显府城的气氛以外，也要参保地戏团合作，要把这传统文化推销到国际去。规大片灯海五花杂色水当当，这是埔制灯花逐当过年的景象。这场白摊真抢眼的花灯无同款，连续12档靠着民间的力量，光彩上灯，一拍一拍的花灯有独特的故事。光世纪的灯花嘛，互人对未来有真大愿望。这花店是文化局带头，要伫日本仙台彰显埔制灯花，用400粒花灯，要互日本人看到台湾古都府城顶仔的传统文化。进前虽然是3、4人前就出去参加遐个展览，但是这个是以阮家己为主题，阮家己去遐布置，阮人员。阮的技工拢会做为过去。台湾的传统的灯笼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用市民自己就是精心设计还有自己手绘出来的。仙台也帮我们宣传，他们大家市民是都很期待的。会选伫日本仙台展出，协会指出，因为这是台南的姊妹仔市，也是311当日本大地动海场的大灾区。这阵正当咧豆豆啊兴起来，因要用花灯表达祝福。另外，因嘛参布袋戏团合作，向人好彩头，甲台湾正港本土的传统艺术，早去日本做交流。布袋是台湾的嘛，是一种祝福庆幸，变成吼咱日本啊，甲台湾的一种交流之外，有日本看到真正咱台湾的文化。这个灾后复兴的精神就是民间参与，俺希望普济灯会会当互因知影讲，咱大家拢共款做伙，利用一个民间参与方式，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社会、经济拢会当复振起来。仙台台湾节7月27正式起稿，要连续展出1个月。仙台现场有200粒花灯，要互日本人体验彩绘。到时伫明年埔制灯会展出，因要一步一步走向愈在地、愈国际目标。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日票变薄，真侪外国观光客去到日本，讲这钱是真好买，而且吸引真侪人去遐观光，唔但造成塞车，还佫这个餐厅、饭店、旅馆拢真歹订，致使在地民众拢无爱去观光景点啊。即马这北海道观光业按算对秋天开始要推出2种的介绍，在地人会当有优待，也若外国旅客介绍就变较悬咯。今年3月去日本的外国旅客超过300万人，创下新纪录。根据日本媒体土卫新闻报道，即马北海道嘛因为入境的旅客多，当地带小点点旅游的费用大起。北海道观光机构主席小金德建议，建议观光业采2种介绍的系统，比如甲介绍提悬3%，也若在地人客会当拍9折。对于很多观光客来说，他们本来来这边就是现在汇率那么便宜，本来就买得很开心嘛。可是我们当地可能会在这方面还是希望保护，说不要因为这样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方那么多人，大家就不想去了。
伫北海道的台湾部落客观察，最近确实有侪外国游客来行搭，要去景点清载塞车，餐厅陆续嘛真恶定。用2种介绍了后，因为机票的汇率要是低，外国游客来佚佗的意愿应该袂有影响。东南亚的客人很多，居酒屋一般是需要点酒，那他也不太点酒，他可能一坐很久，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接客人的这个量。调查分析，因应侪观光客去日本了后，日本当家已经有餐厅制定2种介绍，关西边客官嘛咧评估景点敢是要采用2种介绍的模式。不过对民众去日本，若是团体旅游，因为业者有登记配合的餐厅甲住宿，团费可能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顶礼拜六闪过这凶手，甲伊这个开枪暗杀了后，15是出席共和党全国大会，只也是庆案了后头一届公开出席，受到现场热烈的欢迎。川普也正式获提名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含伊配的副手是今年39岁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 Vance。川普13闪过暗杀事件了后，正面耳也爆掉咧。15出现伫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现场一直发奋斗甲美国这口号，川普也对咧发。You will not take this man down. He has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and he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川普拄着暗杀受伤了第一摆公开出来，15个大会顶悬也正式提名川普成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We are grateful for you to be our nominee for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川普按算伫18黄金时间发表演讲，正式接受共和党提名。川普15离开全大会会场的时阵，身躯边为大批国安提进金环，严防佫一摆发生意外。川普伫会场的时阵，身躯边坐就是进前被提名川普的竞选副手，今年39岁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范斯。分析认为，范斯应替川普争取美国拿领阶级甲农业人口的选票，更较重视年轻世代认同。I think this is a young candidate for vice president. This is something I think Donald Trump, by choosing someone this young, helps, to expand the party and expand a reach into younger generations. 范斯下一次作风者之外别个真好，是讲故乡俄亥俄州面临的问题。高中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服役4年，了后为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也做过电子商务事业，熟悉真济金主。2016年，我批评川普可能加入美国的希特勒，啊，不过了后加入川普坚定的支持者。2012年，伫川普行台之下当选参议员。伊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主张外交政策第一是美国利益。同时，比川普更较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援，也对台湾真友善。伊认为美国面临上大威胁是中国武力犯台，佮批评拜登优先军援乌克兰，和对台军售被延误。公司新闻警员庆评价。立法院特别休会也三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条文，并定这电价费率审议会成员、专家学者和相关的民间团体代表袂当无到一半。另外 ，NCC 组织法委员限连任一届，所以呢，这届 NCC 委员任期到7月31，就还要重新提名。立法院的后一个会期呢，会行使 NCC 的人事动议权。我们决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法案大清算，针对 NCC 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被民众党立委无投票，那赢以52票对6赢51票，三都旧委员延任的过渡条款，修改 NCC 拢总7个委员任期4年，改版会当连任的规定，改做任期4年，而且敢会当连任1届。我们同意。NCC 委员的提名权应该要由行政院院长所来加以掌握。我们希望行政院院长他推出他的人选，能够有一个更慎重的审查机制。
可以担任 NCC 委员的，都是长期在相关领域有相当长才、有业界、有学术的基底，但是因此来限制了他们的延任，这是非常不智，也相当可惜。犹太児童的案件，立法院嘛3读通过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案，加重犹太児童的刑责。若苦读7岁以下的囡仔，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妨害伊的身心健全，或者是发育，甚至是致使囡仔死亡、重伤等等，会加重一半的刑责。希望通过了这样的草案之后，能够有遏阻的效果。我们不要再看到下一个凯凯。如果未来还继续发生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只用刑期加重1/2来威吓这一些恶徒的话，我相信未来在立法院，我们还会继续的来修法。4月7日起电池嘛引起关注，立法院嘛3读通过电业法第49条，明定电价费率审议会成员，即学者、专家甲相关民间团体代表，袂当伫1半以下，爱以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为原则。我们希望未来电价的审议可以更专业，可以更多元，而不是有更大的政治决定的阴影。要求民间的专业的委员要超过1/2。咱若公牛收购的计数，从2011年到今拢无起，要停伫1公斤26块。若被提修正动议，拢主张1公斤为26块，调到31块。另外，解除禁止民众组团去中国观光的限制，若被以社区的优势表决通过。咱若邀请总统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这案，嘛已经通过。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有市民向民进党的市议员投诉，讲有里长伫咧收集这个资，咧赢着指控这市政府拢是有人伫遐阻碍这个罢免案，着即马出现就是2款的情形，一个就是讲有里长出来找民众，讲家己是互人冒名诈写这罢免的联署，甚至佫有讲这问题联署书会寄这查询单，若准无甲回就当作是无效的。谢国良是讲伊唔知影即款的情形，敢若专心伫咧市政。中选会也发出声明，请基隆市的选委会就要依法办理宣布。不要在基隆搞白色恐怖。不要再。基隆的民进党市议员开记者会，指控有接到里民投诉，公因出来人参加里民的活动，所拄到里长摕一份调查雇主是毋是被盗用用伫咧罢免的物件，要求伊签名，也该留雇主，伊当场袂签，想要翕相存证，所以伊动。议员质疑雇主是毋是要提供予基隆市选委会，也质疑起户概率。就想说可以拍照，他看见，他马上就过来，他说这不能拍，就马上拿走，然后继续又叫旁边的人写。2024年竟然还在用30年前的老手法，现在是白色恐怖时代复辟吗？被指控的里长是强调，因为里民有反映，惊讲雇主被盗用，伊才家己做一张表进行了解。迄就是讲，就是真的里民咧质疑讲因的资料去互人盗用。这部分来讲有这质疑嘛，咱都是敢若个服务者安尼尔，无啥物。这个我完全不了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选委会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依法行政的程序？这一点也请询问一下选委会。地主谢国良强调，无了解这种情形，目前也是专心伫咧市政。针对罢免案，也传讲基隆市选委会对有疑问的联署书会寄询问单，若是无回，就会直接认定是无效。但是中选会已经表达无同的意见。地主谢国良强调，市选委会是决议制，选务是中立独立。给这个不管是地方选委会或中央选委会一个最诚挚的一个建议，任何不依法行政的一个作为，我想第一个法律上可能是站不住脚。被中选会警告不能回答问题，不然你找中选会问好了。还没有讲过个字，从来没讲过数量，我也从来没讲过跟中选会不一致。地主中选会重申，中央甲地方的选务机关拢爱依法办理选务，若是地方的选委会无依法办理，在必要时阵，中选会也依照职权调查证据做适当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因为两岸局势较紧张，对2020年开始，中国就禁止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敢若开放本地就伫咧台湾读大学的中国学生继续伫台湾读。这陆生联招会就表示，今年开放1500个名额，敢若174个人来申请，是这14年来人数上介少一届。
当9月开学，就是新的学期，真侪学校伫校内拢会陆续公布录取名单。中国伫2020年开始禁止学生来台湾读册。陆生联召会表示，台湾逐档拢会开放1500个名额给中国学生。今年硕士、博士只有174个学生申请，是咱台湾招中国学生14年以来上少的。我们硕士班今年是核定1106人，然后博士班核定394人。那报名的人数都大幅的降低，硕士班64人报名，然后博士班136人报名。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新的大学部的毕业生了，所以那个硕士班的那个报名人数就会骤减这样子。对中国来台湾读册黄东学，伊是伫2019年来台湾读大学，一路对大学读到研究所嘛，因为政策的关系，互伊伫考硕士的过程当中，竞争变真细嘛，真顺利。因为他暂停了那个学位生来台学习，所以说到我申请台湾研究所的时候，其实陆生的的人数已经比较少了，所以说跟往年比的话，其实我的竞争压力是申请这个研究所的那个竞争压力是少了很多。针对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总统赖清德伫就职典礼时嘛讲到，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会当做伙追求和平共赢。陆联会认为，为着要降低两岸紧张的气氛，会当对教育开始做起，嘛呼吁中国爱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记者伫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捌伫咧疫情期间带团来到台湾访问，也若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也捌带100多人的参访团来到台湾。台湾和捷克这两国的交流是真密切，背后拢是咱驻捷克大使郭良瑞伫咧用心。大使推动多元的外交，毋但科技产业，去年也成立文化组，推动两国的艺文交流。这几年，台湾和捷克的关系真密切。捷克自治控制控年，就表现出优待的行动。伫咧驻捷克代表处的外交领事大厅，也有展示真侪有台湾意向的物件。郭良瑞表示，代表处除了台湾人会当来处理护照、签证等等，一寡对台湾有兴趣的捷克民众，像讲要到台湾留学、做生意的人，嘛拢会来遮找代表处了解资讯。这个引弹机械的部分，甲汽车的部分，当然传统上来讲就是真好。咱台湾人电子的部分，即马阁有 AI、人工智慧啦，也是迄个半导体这方面来讲，嘛是介重要。捷克人有哪拢知影讲，咱台湾谈这方面是足厉害的。有哪会不时想看有啥物样的机会？大家来讨论，看会当免怎做合作。捷克自治控制控年，就表现出优待的行动，亲像关一表予台湾，阁有参议院议长韦特奇来拜访台湾。最后2023年，阁有捷克的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华，带领150人的参访团来，要推动这个外交事工。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驻捷克代表处的郭良瑞大使。伊自自控制控年开始，到捷克做外交的工作。伊表示，捷克和台湾除了拢是民主国家的阵营，捷克原来伫科技方面也拢真希望和台湾有进一步的合作。另外，代表处自2003年开始，嘛设立文化组来推动台湾和捷克文化交流的合作。这些书都是我们文化部就是外译出版在海外补助的成果。事实上，像这一次的作家阅读月，那因为有这些书的出版，所以就让台湾的文学在这边有能见度，那也引起了就是当地民众的兴趣，就会去听那些东西。所以其实这是慢慢的生根，就是从1本书、2本书，然后出席成册。这和捷克这边的作家也好，也是因的迄个文化界的人士来合作来交流，这两边会当更较了解。那像这种的活动，我相信未来会愈来愈多因为台湾对捷克这个国家有兴趣，捷克也对咱有兴趣。郭良瑞大使表示伫咧捷克这个所在，真侪人拢知影讲台湾的 AI 和半导体科技真厉害。另外呢，自2003年开始，台湾和捷克有直飞的飞行机，希望讲会当促进双边的观光交流。但是呢，伊嘛希望讲未来会当透过艺文等等无共款的面向来增加捷克和台湾之间互相接触、理解的机会。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柯敏哲伫捷克的采访报道。
讲到霹雳布袋戏，这36年来头一场大型的酒会，10月要伫咧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这届是集合上百位霹雳布袋戏经典角色，也搁再邀请歌手着西庆、黄山亮等等来演唱，甲这传统的戏剧结合着科技，打造4D 舞台，互观众朋友有无同款的体验。情拢在阮心中汹涌。由歌手西庆唱出这条《汹涌》，是霹雳布袋戏内面经典歌曲，嘛是侪布袋戏迷回忆。今年霹雳有全新的突破，36年以来头一届举办布袋戏的演唱会，甲传统的戏曲加入科技，以4D 浸水式的模式演出，搁加入旁边的体验，互观众唔能用目睭耳孔感受，搁会当用鼻的。本来传统文化就是爱甲科技甲 AI 吼行做伙。安尼较会当不断是的这个进步啊，咱这个传统文化咧，也较会当永远吼叫流传落去。这届演出除了现场超过100的霹雳英雄共带，第一男主角苏焕晶有49位分身同齐现身，演出经典戏出。霹雳36年以来推出4000多条的歌曲，7位布袋戏的歌手，包括西庆、黄山亮等等的人，会配合布袋戏的演出，现场重现经典歌曲。一寡我的经典的歌，人大家爱听，所以我会个特别安尼来训练啦，惊唱唔对啊，所以哦，留大家心目安尼。好，然后我们每次在高雄的演唱会都特别的成功，特别的受欢迎。霹雳经典10月19、20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演出，透过传统的红仔、真人歌手，阁有所谓科技的元素做伙结合，戏迷是真期待。唔知影霹雳布袋戏阁会当变出什么新步数？记者钟丽辉、屈昭荣高雄报道。伫屏东的小琉球有畅水教练发现讲，有一间强长的插油槽，却把这油槽倒入去大海内面。教练向县政府等单位检举，才发现讲这政府单位大家拢是甲责任塞来塞去。县政府表示讲，派人去查的时阵，无法度直接查到这违法的事情。不过，因也要求这庙这部分要赶紧来解释。在小琉球海珠口渔港的水形，海面出现大片的红漆，连肉粽甲拢变呢红。这画面互畅水教练看甲心惊惊，赶紧将影像记录了后向县府检举，却感觉互人塞来塞去。海保署表示，经过确认，案发地点主管机关是屏东县政府。如果现在是红漆，会看得到；如果是透明的东西，它会直接排到海里，没有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环保局、我渔业所和县长信箱我都写了，然后没有用。去民众投诉强庙查证，庙内底未少的所在先查过，庙内底洗手台也红擦残留，暗过庙方顾接受访之回应，旅游才是因应表示活动征收不是常态。为什么要排到大海里面？如果排到自己的污水池还是怎样，是不是比较好？如果说整面都是红的话，你们还敢下去游吗？没办法，那个对身体也不好。去佚佗的民众认为这种行为严重影响生态，县府表示接到通报，就派人去检查，现场无发现违法行为。经劝导庙方应做好排水改善，并针对油漆等有机溶剂应妥善处理。请勿将废污水直接排入港区。县府已经要求强庙改善排水，若搁还应照渔港法罚相关15万。不过海保署检视画面了认为，该红擦的行为有污染海洋的记录，恐吓涉犯罚金30万以上3000万以下海务法，或者是罚金3万以上15万以下渔港法，已新闻后屏东县政府由县府看情节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翕翕，真侪人都爱去耍水。这屏东内部顶礼拜六呢，当地就一个7号水准，就民众跳入去耍水啊。这水利署是强调讲，这水准的水是真串流，而且佫有阿摩土做的便桥，若准无细腻就去弄掉，认为安尼死是真危险。
穿游泳裤的查甫囡仔顺水流向水尾冲，将水圳当作爽水倒滴耍。屏东内部乡一个民众，顶礼拜六13伫当地七落水圳耍水，并将过程翕落来，伫网络引起讨论。但当地民众提醒，上好卖落去。以前小时候很多人玩啊，因为现在都有农药，9.1地震过后水脏掉以后就没有。这较紧啦，你下面有石头啥，咱嘛无看嘛，唔知啊。是该凉掉啦，毋过嘛是小可有危险性。马路边的水圳亲像飘飘河同款，伫热天看起来真清凉，但毋拿农药等问题爱考虑。水流急加上水圳顶悬连接马路甲田的安稳土便桥，一无小意就可能害民众受伤。而且七落水圳的用途其实是供应灌溉用水。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也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天气炎热，那你如果要玩水，一定要到公告合法的水域去玩水，那有安全的设施。那这个水郡是完全没有安全设施。清凉的水圳有可能藏着危险，水利局呼吁民众重视耍水的安全，并表示虽然即卖法规并无伫灌溉用水圳耍水的法条，但会考虑增加相关规定，禁止耍水的行为，以免民众发生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宜兰县甲民国中西芳圳环岛按算28天，要走1939公里。这项芳圳伫咧中部海峡，其中一只呢，伫彰化附近的渔港靠搭，海巡署派船甲这13位的老师和学生接到另外一只芳船，继续来走行程。海巡署派来的船慢慢挖近，一只重量有34吨、长度67的重型芳船光卡号，伫彰化仑尾湾渔港的航道顶头靠搭，船身小可崎岖，船顶的师生等待救援。上面好几个人这样子，总共13位。宜兰县甲民国中小这个月初5 136个师生展开接力驶船驶台湾一年的计划，由苏澳港出航。迄当阵总统赖清德亲身到现场甲祝福。海巡署第3海巡队表示，宽大的芳船光卡号甲阿木号7月15早起入去到仑尾湾渔港补给的时阵拄到退流，其中光卡号靠搭船顶13个师生由海巡署接送来到阿木号继续行程。108栋艇立即释放救难小艇前往救援。于上午10时许，将所有人员全数接驳离开搁浅船，再接驳至到另一艘帆船上。我们有2艘船嘛，就让那个有搁浅的那艘船的所有船员都换到另外一艘船来，船舶就等涨潮啊，等涨潮以后再离开。航远强调，光卡号伫7月15下晡4点已经借电流脱困，16暝是2点去到后一站平湖。海巡署表示，师生的芳船入去到中部海峡的时阵，就有派顺风艇伫边仔咧介护，全部人员拢平安。记者综合报道。中正大学传播系有一群学生组一个影像工作室，伊带伫咧机构内面的家友做主题，有翕一部叫做《无法无解》的纪录片，希望要互众人来了解这个家友所遇到的问题甲困境。你家人今天回来？我好想喝10几年前的咖啡。影片的主角讲出家己思念厝内亲人的心情，因是住伫机构内底的家友。国立中正大学传播系的学生，用机构内底的家友做主角，透过镜头来记录发生电影身上的故事，甲遇到的问题。我们开始甲因可能开讲熟悉，豆豆发现讲，其实无家者因有身躯顶悬嘛有真侪真特别的故事，不过可能咱大家拢无遐尔了解，常常陷于刻板印象。导演表示，过去一寡以家友做主题的纪录片。较侪拢是用伫街仔路流浪的角度来看，这出无法无解的纪录片，就是要让人了解讲家友因遇到的问题，毋是干那送入去机构内底有所在大就无问题啊。会当知影讲哦，因住伫内面的环境安那，因的心态是安那想的，其实因拢想要有一个家，但这个家可能和咱想的无共。反思讲，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然后。也会去想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想要去互大家去思考讲，按伫因一寡无家者即卖的处境来讲，安尼敢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拍片团队为一开始找影片的受访者，到拍这出纪录片出来，用当外的时间，嘛因为这个题材人物无家者遇到的问题，导演表示，这出纪录片会继续拍落去。
希望互无家者或者是家友的困境甲权益，会当受到更较侪人的重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8月第4个礼拜是四大节，即中华基督教病院逐年拢会举办相关活动。即届举办的是料理课，利用潮市的在地食材，互阿公阿嬷用台语带孙做伙来煮食，增加之间的感情。甜，天的甜出，咱来甜鸡、甜鸭。老师教民众台语煮食讲法，所落来用中华粉圆、饭仔起的水粉。宝岛的盐水、新港的鸡仔呢，才会在地食材，互阿公阿嬷带孙做伙料理，煮一顿青草。学到真侪煮物件的方式，亲像沙、卤的，然后煎的。厝边啊，互囡仔有一寡平常的常识，菜市仔因较无了解，啊对日常桌顶食的物件嘛，无法清楚。8月第4个礼拜日是四大节。中华基督教病院逐年拢会举办相关活动，今年特别安排户外体验课程，互民众踅菜市啊了解食材，宣导健康饮食的概念，搁互时代用台语教孙仔煮食，增加甲子孙的感情。世界各国的国家嘛，都有推广这个阿公阿嬷教孙仔这个节庆的日子安尼。咱出来咱的在地彰化市吼，咱互愈侪人来认捌咱家己的大的所在，这是真美好的代志。主办单位表示，现代的生活模式改变，即阵小家庭愈来愈多，造成阿公阿嬷甲子孙见面互动的机会减少。甲煮食活动结合台语，希望营造一个有声音、有滋味的妈孙仔回忆。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用台语也当来推展到这个太空知识哦。这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伫咧休热期间连续3天举办太空营队。这活动内面除了有请太空中心专业人员来分享，予学员认捌台湾伫咧太空科技领域发展，也教学员安怎用纸做回钱。伊是用 GPS 讯号去处理的一个卫星，伊让知影讲咱即马大气层内底即卖电离层的这个状况。用台语带大家来认捌太空中的卫星有虾米款的作用，佮甲大家了解台湾发展太空科技的历史过程。学员唔但感觉真趣味，而且嘛学到真侪新知识。有趣味啊！嘛有学到一寡甲太空有关系的知识。会使家己 DIY 做一寡物件。我昨做一个火箭。毋是讲要互囡仔去做太空人安怎成为，会用用母语的物件去学更较侪新的知识。我感觉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看到家己 DIY 纸做的火箭会当顺利飞起来，囡仔拢真欢喜。新竹市本土语推广协会休热期间，邀请大家做伙来用台语学太空。专业讲师嘛讲，这是家己第一摆用台语上课。第一届用台语来介绍这个卫星的课程哦，我感觉是足趣味啦，嘛是这足好的经验，互大家吼更较了解咱台湾的卫星甲太空的发展。阮拢是台语囡仔。好，所以阮希望伫这个营队会使互咱的囡仔，啊，甲咱的家长，啊，甲咱的社会知影，台语会使讲万事，台语会使讲万项，台语会使来学太空的技术、卫星啊，甲火箭的技术。啊，希望台语会使伫咱的生活内底，互咱使用。学会表示，虽然课程有较深，不过台卡听课的囡仔，来用台语来问火箭的相关问题。大家唔但认捌国家太空科技，过程中也做到台语生活化的目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英国阿尔卑斯山有真侪人去遐出世，即几年因为这气温变悬，即雪量变较真少，影响到出世人数。奥地利着这个度假村的业者，改推出山地骑脚踏车的活动，也吸引未少人来遮体验。即马来骑脚踏车的游客已经变做是第二济游客族群咯。排队咧等用升降机向顶悬线，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即几年热天愈来愈侪人揸山地脚踏车来，到当地脚踏车公园等亲手。Such kind of mountains and slopes, we just don't have them. And here it's just fantastic.
过去又开启阿尔卑斯山冬天大部分是出色，热天是行山路。不过这几年受气候变迁的影响，阿尔卑斯山冬天气温渐悬，积雪量也减少，影响出色人客人数。奥地利业者就该投资热天活动，用阿尔卑斯山的美景、完善的脚踏车公园，吸引游客来山区骑脚踏车度假。几年来，骑山地脚踏车的人已经加少，行山路以外，热天第四段游客族群。Also waren die Sommer sehr, sehr stark und die letzten 10 Jahre können wir ungefähr um 70% an Steigerung an den Ersteintritten sehen, also sprich das Biking boomt. 度假产业者指出，过去阿尔卑斯山旅游业经济效益热天甲冬天差不多济，今年热天的旅游收入已经比冬天更加悬一寡。不过山地脚踏车运动提供意外阻碍，地主林业行山路的人无一定欢迎骑脚踏车的人，所以需要政府协助各方达成共识，建立规则，这样让这项度假运动继续发展。另外一项也甲脚踏车有关系，是俄罗斯莫斯科街路咧流行的脚踏车马球，也就是将传统骑马的马球运动改造骑脚踏车。算法是选手用3对3方式进行比赛，3人将球拍入对手的门得得分。讲起来是真简单，不过拍起来是无简单。Слож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 надо совмещ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то есть работа клюшкой, и физическую активность, когда ты едешь на велосипеде. Надо связывать эти два сложных процесса. Это как жонглировани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окусывая яблоко. 脚踏车马球不是新的运动，以19世纪末为爱尔兰流行了后，欧洲、亚洲甲美洲都有耍的人。不过，在俄罗斯依然是少数用运动。不过，莫斯科的脚踏车马球选手指出，这项运动需要体力、技术、团队合作，算起来是真趣味。因希望更较多人加入，锻炼体管球技，未来达到欧美比赛水准。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6度，结果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